你好，大家好啊！咁今日我哋希望抽少少時間，同講翻大家白石係一個咩毛病啦，係同埋佢哋有咩新嘅治療方針啦。而家咁其實白石係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嘅毛病嚟嘅，即係話本身佢病人本身嘅免疫系統出現咗問題，佢攻擊咗本身自己嘅色素細胞，從而令到某一部分咧冇咗色素，令到咧皮膚嗰度變咗泛白嘅情況出現嘅。雖然白石本身咧就唔會危害生命，但係咧佢會影響到咧患者嘅心理狀態係非常之嚴重嘅，同埋會令到佢感覺到會好自卑啦。所以我哋都唔可以看輕白石呢個疾病嘅都好。白石雖然喺皮膚上面咧見到係一笪笪白，即係冇咗顏色啦，可以做統稱。咁但係咧，其實佢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嘅毛病啦。其實佢係發現喺啲皮膚下邊嘅情況下邊咧，有啲出現咗啲免疫系統嘅毛病，令到嗰個白血球不停攻擊呢個色素細胞，從而令到咧皮膚嗰度咧失去咗本身應有嘅膚色。咁呢個咧都唔係一個傳染性嘅疾病嚟嘅。佢喺皮膚下邊咧，本身咧我哋有好多有色素細胞啦，咁佢哋會產生啲色素，從而令到我哋有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膚色啦。但係因為本身嘅免疫系統白血球出現咗問題，導致佢哋咧不停攻擊呢啲色素細胞，所以導致咧佢就會失去咗本身應有嘅顏色，就變咗有啲好嚴重嘅話，可能全身好多地方都會出現咗泛白嘅情況出現嘅，都會有。咁白石咧，除咗會影響皮膚嘅膚色之外咧，佢都會影響啲毛髮嗰啲顏色嘅喎。咁通常咧，皮膚上面咧，通常都會影響到佢手啊、腳、手踭、軀幹同埋面上嘅情況嘅。咁頭髮方面咧，佢都會影響到眉毛啊、眼睫毛啊，同埋面部其他毛髮，甚至係鼻內側嗰啲毛都可能會影響到會冇咗色素咯，會變咗。咁白石有大概可以分為兩種啦，就係分為非截斷型嘅白石同埋截斷型嘅白石啦。咁喺眾多即係呢兩種白石嚟講咧，以非截斷型嘅白石咧係最為常見嘅。而喺呢一種白石嘅情況裏邊咧，通常都係有一個對稱嘅情況出現啦，即係會左右都好似見到有同一個地方差唔多嘅地方會出現咗即係色素退化嘅情況嘅，會見到。咁其實係咪每一個人見到皮膚變咗白咧，就會都係白石嘅情況咧？咁其實就唔係嘅嚇，因為有其他嘅原因咧，都可以令到皮膚變咗白色嘅情況。即係譬如好似最常見嘅汗斑啦，有汗斑嘅話咧，佢哋皮膚都會變咗白色一笪笪嘅喎。咁可能咧有啲人就會混淆咗係咪白石啦。咁除此之外，都其實有好多唔同，除咗感染之外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原因咧，會導致會有白色皮膚嘅情況嘅。所以有問題嘅話，最重要咧就係會懷疑係有白石嘅時候咧，都應該去睇醫生啦。希望從一個做早一啲作出一個診斷，而配合翻適當嘅治療咧，就唔會自己淨係好擔心咁啊，淨係話係咪自己白石啊咁嘅情況嘅。咁白石本身咧係一個臨床嘅判斷嚟嘅，即係唔係話抽血咧就可以知道佢有冇白石嘅本身就。咁我哋會見到一個病人如果有白色嘅皮膚嘅時候咧，咁我哋都會做一個叫做 Wood Light 嘅檢查。咁啊希望用啲紫外線照咗個皮膚嘅時候咧，如果係白色嘅位置咧，就會有個反白嘅情況出現嘅，就會特別明顯嘅。咁我哋通常都係透過呢個臨床嘅判斷咧，係判斷病人係咪有白石啦。咁喺好少嘅情況之下，可能咧就會做一啲皮膚切片檢查啦，就會即係做個小手術啦，攞啲皮膚組織出去檢查，睇下係咪皮膚上面冇咗色素細胞啊，定係啲咩原因導致啦？不過咁樣通常都係好少會需要去到做呢個皮膚切片檢查，從而係作為一個白石嘅判斷咯。而白石呢個疾病咧，其實係一個全球性嘅疾病啦，喺唔同嘅地方、唔同嘅種族同埋唔同嘅年齡咧都會發生嘅。而以全球嘅範圍嚟講咧，病發率咧大概係0.5%啦，去到2%左右。而超過一半以上嘅患者都喺20歲之前咧就會發病㗎啦。而喺香港嘅發病率嚟講咧，大概咧就係介乎0.5%啦至到1%，即係大概有4萬人左右咧係喺香港係患有白石呢個情況嘅。
咁白色係咪一個單單嘅一個美容上面嘅問題咧？係咪淨係因為淨係見到膚色冇咗白色，咁就係一個好局限性嘅皮膚上面，亦係影響佢外觀上面嘅一個問題咧？其實就唔單止嘅係呢個問題嚟嘅，因為而家已經發覺咗咧，其實白色唔係一般嘅皮膚病，因為佢都會帶嚟患者或者屋企人咧，影響到佢哋生活嘅品質啦，同埋影響佢哋每日嘅生活同埋心理健康都有帶嚟一個好負面嘅影響嘅，都會有。咁有啲研究指數見過啦，就係話發白色嘅病人咧，係容易有啲情緒嘅問題嘅。可能佢會除咗係好輕微嘅，可能係唔開心之外咧，有嚴重嘅話，可能會有患上嚴重嘅抑鬱症啦，會影響佢哋嘅睡眠質素啦。而有啲嚴重嘅患者嚟講咧，我哋甚至見過佢有自殺嘅傾向添。咁有超過1/1半嘅患者嚟講咧，報告佢哋咧有患咗白色之後咧，都會產生呢啲心理社會共型嘅疾病，即係譬如有嚴重嘅抑鬱症啊，或者影響佢哋社交嘅功能啊，或者有時會影響佢哋睡眠啊。而就1/4嘅患者裏邊嚟講咧，佢哋就會發覺佢哋又經常會有好焦慮啊同埋抑鬱嘅情況，亦有啲更甚者咧會影響佢哋性功能啦，同埋令到佢又會有自殺嘅傾向添。所以我哋都應該會正視咧。如果患有白色嘅人，應該我哋都建議佢哋要循早係作出呢個診斷同埋醫治咯，唔可以即係淨係收埋自己咧，話淨係一個即係收埋自己覺得好唔開心就算數咯。而家就咁白色其實都會影響生活嘅質素啦，即係好似話會影響人際關係啊，或者就業嘅情況咁樣啦。咁有啲研究指出咧，就話白色喺全球裏邊咧，有大概有40%嘅人士咧，係因為白色而受到生活上面受到好嚴重嘅影響嘅。而最嚴重嘅喺全世界裏邊咧，有大概最多人係發覺有即係情緒影響，因為白色嘅話咧，係亞洲裏邊咧係數一數二嘅。其實係即係佢除咗會影響佢哋嘅生活習慣之外啦，亦會佢哋影響到佢哋情緒嘅情況啦。會影響佢哋社交啦，同埋造成一個好嚴重嘅干擾啦，同埋佢哋會擔心會其他人有冇歧視佢啊，可能都會好即係好着意佢哋會揾啲衣服去遮蓋佢哋嘅身體有白色嘅部分啦，從而令到佢哋覺得好困擾嘅。呢對病人嚟講，咁而家咧我哋就已經有啲新嘅治療啦，可以除咗以前嘅治療之外，咁我可以而家交俾馬少鵬醫生繼續講翻，而家有啲咩新嘅治療係關於白色嘅情況嘅。可以聽完蕭醫生嘅分享，其實大家都明白，其實白色雖然冇病徵啦，但係喺精神上或者心理上，其實對個病人構成好大嘅負擔啦。咁啊，可以抑鬱啦，可以情緒低落啦，影響工作啦。咁所以好多大部分嘅即係患者都即係嘗試唔同嘅方法醫治啦。咁其實醫治白色傳統上有唔同嘅方法嘅。咁啊，包括搽類固醇啦，有啲非類固醇嘅藥膏啦，咁啊照燈啦，甚至比較進展比較快啲，短時間由好細笪變好大笪。有時我哋可能會要食藥類固醇啊，或者啲免疫系統抑制劑啊咁樣。咁當有咁多治療嘅時候，你都可以想像而知，其實冇一個治療咧個效果係特別好嘅。咁所以點解會有咁多唔同嘅方法去嘗試去醫治呢個白色，令到個皮膚咧有翻個顏色，咁啊從而改善翻。其實主要係心理上同埋社交上一啲嘅白色對佢哋嘅影響啦。咁我其實主要講就係呢個治療白色嗰個突圍嘅熱點啊。咁啊好多時候啲病人翻嚟覆診咧，都係問馬醫生到底有冇啲新嘅進展啊，有冇啲新嘅藥物啊？因為以往其實主要我哋都係透過啲類固醇去搽喺白色上面，睇下佢會唔會生翻啲顏色啦。咁好多時候唔係大部分人都個情況都係好理想，生翻啲色素出嚟啦。咁最近呢幾年嘅研究咧，其實我哋都知道，其實喺白色呢個病理入邊咧 ，JAK 呢一個途徑咧，其實喺白色嘅病理入邊咧有好重要嘅一環啦。咩意思咧？其實 JAK 呢一個途徑咧，如果佢刺激咗佢咧，其實佢會誘發咗一啲發炎出嚟，然之後從而咧又會咧將我哋皮膚上面或者毛囊嗰度啲黑色素細胞咧就毀滅咗。咁變相毀滅咗啲黑色素細胞咧，你製造唔到黑色素出嚟咧，咁你個皮膚就白色咗一笪啦。
咁可想而知，大家理解到啦。如果我哋可以針對呢一個途徑去抑壓咗呢個 Jack 咧，咁有機會咧，我哋可以幫啲白色嘅病人，白色嗰笪嘢咧出翻啲色素嘅喎。咁所以呢幾年嘅方向咧，我哋都係循住呢一個 Jack 嘅途徑咧，睇下可唔可以製造到啲藥物抑制呢一個 Jack，導致咧可以白色嘅皮膚咧可以出翻啲顏色。咁啊，終於去到2022年7月嘅時候咧，我哋第一隻 Jack 嘅藥膏出咗，而美國嗰邊咧 FDA 即係食品同埋藥物衛生局咧係批咗呢隻藥咧係可以攞嚟醫白石嘅喎。咁啊，暫時為止咧都係唯一一隻藥膏咧係 FDA 批咗嚟到醫治白石嘅。咁啊，同過多一年2023年咧，其實歐洲嗰邊咧都批咗呢隻藥膏咧係可以攞嚟咧幫有白石嘅病人咧醫治個情況嘅。咁有冇用㗎呢隻藥膏？咁國外係有研究嘅。咁啊，呢個係一個我簡單啲講下呢個研究啦，因為講得太深入咧，其實可能都好難去理解。咁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個研究咧就係有患咗一班白石嘅病人啦，咁將佢分開兩組啦，一組咧就用呢隻 Jack 嘅藥膏，另一班咧就用啲安慰劑，即係嗰隻藥膏咧入邊係冇藥嘅成分。咁我哋就查啦，咁啊查夠半年嘅時候，睇下佢白色嗰啲部分咧有冇生翻啲色素出嚟。然之後咧查完半年之後咧，我哋再 extend 查埋另外嗰半年咧去到1年嘅為止。咁呢個研究值得提嘅咧，其實當中咧平均年齡有白石嘅人咧，即係話你白石有咗幾耐啊？差唔多中位數係去到13年嘅嚇。咁所以有啲病人就話：咦，我白石有咗咁多年醫唔醫到㗎？咁其實呢個研究都話咗俾你知咧，其實平均咧有白石嘅年齡咧係去到13年嚇。咁當中係包括小朋友啦，12歲以上嘅，12至17歲佔咗差唔多10% 嚇。咁過一半嘅人咧都係40歲以上嚇。咁主要呢個研究好簡單嘅啫，淨係睇佢有冇幫助。第二，睇下佢有冇副作用。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病人啦。咁你可以睇到我哋左手邊呢個病人啦，主要係個面部有啲白色喺度啦。咁隨住12個禮拜啦、24個禮拜、52個禮拜，你見到佢搽緊呢一隻 Jack 嘅藥膏咧，抑制劑嘅藥膏咧，其實你見到佢塊面咧啲色素生翻出嚟嘅。咁去到差唔多1年嘅時候咧，其實你見到大部分都已經出晒嚟㗎啦。咁唔止係個面有效嘅，不過面個效果係最好嘅，喺個研究度顯示。咁隔離嗰幅圖我哋見到啲手腳嗰啲啦，咁你見到白色嘅位置咧，都隨住時間搽呢個藥膏咧，逐漸咧生翻啲色素出嚟啦。咁綜合咗呢個研究咧，其實我哋主要睇兩樣嘢啦。一咧喺搽咗半年嘅時候，個成效係點咧？咁第一條最高嘅巴咧就係有25%，即係1/4嘅好度啦，即係生翻啲色素出嚟咧。其實都佔咗66% 嘅病人。咁如果第二條巴啦，有50% 好轉，即係生咗50% 色素出嚟咧，其實差唔多有一半嘅52%。咁去到第三條巴咧，我見到半年嘅時候咧，有75%嚇，7成半嘅人或以上咧嘅好轉咧，有31%嚇。咁如果有9成或以上嘅好轉咧，有16%。咁如果你繼續查到1年嘅時候咧，有7成幾嘅人咧，其實係有一半以上嘅好轉啦。從你開頭未搽藥膏嘅時候，咁有一半人咧係有7成半，75% 或以上咧嘅改善。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其實呢隻Jack 嘅抑制劑喺面部嘅白石咧，其實個效果都好理想嘅。咁你下一個問題一定係問，咁有冇副作用㗎？咁其實Jack 呢個抑制劑咧，咁本身其實佢以前出嘅時候已經有啲口服藥噶啦。咁口服藥本身佢係一啲免疫系統抑制劑咧，副作用係會見到比較多嘅。咁但係喺皮膚上搽咧，so far我哋喺呢個研究度你見到咧，其實大約最常見嘅副作用咧就係搽嗰個位置有機會出暗瘡啦，或者嗰個搽嗰個位置咧有啲痕癢。咁藥膜係佔咗5% 啦，即係100個病人入邊用呢隻藥咧，有5個度咧可能會有啲咁輕微至到中度嘅暗瘡或者痕癢嚇。咁嚴重嘅事故咧，so far 呢一個研究1年咧，我哋都未見到。咁簡單啲嚟講，其實Jack 呢隻抑制劑咧，對於面部嘅白石咧
甚至身上嘅白色咧，其實都係有明顯嘅改善嘅嚇。咁呢個研究做咗1年啦，咁呢1年之內見到個反應同埋個安全性咧，都係即係可以見到嘅。咁即係純粹係搽嘅話咧，個副作用只係頭先我所講嘅暗瘡啦、輕度至到中度啦，或者係搽嗰個位置有啲痕癢嘅感覺。咁未有啲比較嚴重嘅事件見到同埋發生嘅。咁不過好多時候治療白色都係需要一啲比較長嘅時間嘅，即係唔似你有濕疹，你搽幾日藥膏咧，類固醇藥膏咧，你可以1個禮拜、2個禮拜，甚至1個月之內咧，你見到個疹可以冇咗。白色咧最難嘅地方咧係真係要個耐性嚇。好多時候即係醫生同病人都係啦，即係當你開咗藥膏俾個病人搽嘅時候，搽咗1個月冇反應，搽咗2個月冇反應，其實大家都氣餒嘅嚇。咁不過所以每次喺治療之前咧，其實大家個期望即係要一致咯嚇。咁白石咧係需要時間嘅。咁最少其實無論你用邊一款嘅治療方法，搽類固醇、啲非類固醇藥膏，甚至你照燈，我哋都可能 expect 起碼要半年、3個月至半年啦。去睇下佢有冇成效。咁白石唔同嘅地方、唔同嘅部位嗰個反應，或者你嘅年紀啦，你有咗呢笪白色嘅白石有咗幾耐啦，都係會影響佢嘅治療嘅反應嘅嚇。咁頭先講過啦，面部咧同埋身咧嗰個反應係好啲嘅。如果你喺手腳度咧，個反應係冇咁理想，尤其喺即係手指啊、腳掌嗰啲咧、腳面啊嗰啲咧，其實好多時候咧都。你點樣搽咧？好似個反應都唔好。其實最大嘅原因係取決於即係佢嗰啲位置有冇好多嘅毛囊。咁我哋下一章跟住落嚟，我哋都會解釋下點解。咁呢個頭先我講啦，你用任何嘅治療方案，首先都係要令個免疫系統冷靜落嚟啦。因為而家係你個免疫系統咧泛亂咗，導致佢攻擊咗自己個黑色素細胞，導致你冇咗啲色素。咁我哋第一樣用藥咧，就希望呢樣嘢可以停止落嚟啦。咁第二個步驟就要令到原有收埋或者唔活躍嘅一啲黑色素細胞咧，可以走翻出嚟，佢可以變咗活躍，製造翻啲色素出嚟。咁呢啲真係要時間嘅。咁所以當你了解到之後咧，其實大家都明白係心急唔嚟嘅。你起碼都要俾3個月至半年時間睇一睇係咪真係呢隻藥或者呢個治療幫唔幫到你。咁頭先我講其實好多時候咧雖然佢攻擊咗我哋啲黑色素細胞啦，但係啲唔活躍嘅黑色素細胞或者嗰啲幹細胞咧，其實好多時候就匿埋咗喺我哋嗰啲毛囊嘅下邊啦。咁所以點解你可以理解到點解我哋面部同埋身咧會個反應會好啲？因為呢啲地方嘅毛囊係特別多嘅。如果你啲手背咧，其實你見到唔係好多毛囊，咁主要係因為啲黑色素細胞咧係喺個毛囊底下啦，唔活躍嗰啲都喺嗰度啦。咁當你治療咗、控制咗個免疫系統之後咧，要生翻出嚟咧，就喺呢度走翻出嚟啦。咁所以咧，如果你見到咧，平時會生翻出嚟嘅時候，唔知大家有冇經驗見過咧？其實係一個圈一點點好似雀斑咁樣嘅，全部都係啲毛囊位生翻出嚟啲色素。咁當呢啲咁嘅好似雀斑咁嘅色素咧，一粒粒咁生出嚟嘅時候咧，慢慢咧佢哋就會咧黐埋一齊咧，變咗咧好似油顏色咁咯。慢慢就會由翻嗰笪白色咧變翻做有色素啦。咁當然有第二個方法嘅，就係啲黑色素細胞咧係有側邊正常有色素嘅皮膚咧，慢慢走翻去中間啦。咁你就會見到唔係一個個細好似雀斑一個圈圈咁樣嗰啲色素生翻出嚟啦，就係由側邊慢慢咁樣向中間咁樣生翻出嚟。咁有時候佢會生得過濃咧，個顏色變咗比隔離嗰啲更加深色嘅。不過隨住時間咧，啲顏色係可以正常翻落嚟，同側邊嗰啲皮膚一樣。咁呢個都係其實都係頭先嗰個研究入邊其中一個病人啦。你見到面部嗰啲白石，半年同埋1年之後，其實都生咗好多出嚟啦。嚇，好咁下一個我要講嘅就係啲防曬啦。咁其實防曬喺白石嘅患者入邊都係重要嘅一環嚟嘅。現場有冇人唔搽防曬㗎？今日有冇人搽防曬？都唔係好多人搽防曬喎。其實好多時候啲病人嚟到問佢有冇搽防曬，好多時候都冇嘅。尤其男士啦，男士唔興搽防曬啦。咁不過今日希望話俾大家知咧，其實防曬係好緊要嘅喺白石度嚇。咁點解咧？其實我哋皮膚啲黑色素細胞製咗啲黑色素出嚟咧，其實係保護我哋嘅皮膚，唔好俾啲太陽嘅紫外光曬傷啦嚇。
咁當然啦，紫外光除咗曬傷之外，長期暴曬都係會增加你皮膚癌嘅風險啦。咁喺白色度特別即係要留意嘅地方係因為你白色嗰笪皮膚咧，其實已經冇咗黑色素細胞，冇咗啲色素喺度，保護唔到你個皮膚啊。咁所以一曬你就傷噶啦嚇。咁所以點解你要搽啲防曬去保護佢啦？咁曬傷係其中一個問題啫喎。第二個問題，曬傷咗咧，白石嗰個位咧係可以擴大嘅。白石咧有個特性咧，唔係個個都有嘅嚇。咁但係我哋知道白石咧，如果你皮膚經常摩擦啦，經常即係嗰個位受咗傷啦，其實可以製造啲新嘅白斑出嚟嘅。咁所以咧，白石防曬係好緊要嘅。你曬傷咗咧，嗰笪白石越嚟越大。咁第三樣嘢，如果你曬到自己好黑咧，咁個對比就好大啦。我諗大家理解到啦，側邊啲皮膚曬到好黑嘅時候咧，中間都係白雪雪。咁所以點解夏天嘅時候你好似望特別明顯咧？就因為可能你冇防曬，皮膚曬黑咗之後咧，白色嗰笪咧就更加明顯啦。咁其實紫外線我哋講緊嘅係主要係紫外線 A 同埋 B 啦 ，UVA 同 UVB 啦。A 咧就會再深入啲你皮膚，導致你老化啦嚇。咁色素可以加劇啦。UVB 咧就會即係曬得多會燒傷啦嚇。咁同時都兩個其實都會導致你皮膚癌嘅風險㗎嚇。咁你冇白色嗰啲斑咧，就係冇黑色素咯。冇黑色素咁你就一定係受傷㗎啦。咁小朋友防曬都重要啦。其實好多家長反而小朋友又幫佢防曬，自己冇嚇。咁小朋友好多時候都係戶外活動啦。咁所以如果你戶外經常多嘅話咧，其實真係要經常去補搽翻，唔係搽一次就得嘅。有啲人以為朝頭早搽一次咧，就成日都唔使搽啦。其實如果你戶外好曬嘅時候咧，其實每2個鐘你應該即係搽一次。咁有啲真係唔係好中意搽嘅，其實可以選擇着一啲可以防曬嘅衣物啦嚇。咁佢都有除咗防曬，你知有SPF 啦，咁啲衣物咧就個 UPF 啦，講緊都係防止 UVB 同 UVA， 即係紫外線 A 同 B 點樣可以阻隔佢哋。通常都50度都應該夠噶啦。咁防曬其實簡單嘅概念咧就有2款咧，一款係物理性啦，一款就係化學性啦。物理性嘅意思即係話佢個物質咧其實係停留喺你皮膚度嘅啫，你搽咗，只不過喺皮膚表面咧有層物質咧阻隔咗啲紫外光，唔俾佢咧入到你皮膚，造成傷害啦。化學性咧搽咗喺你嘅皮膚上面咧係會吸收落皮膚嘅，然之後咧將啲紫外線咧轉化吸收咗之後咧轉化為熱能放出嚟。咁邊款好啲咧？其實2款都係有效嘅，只要係個 SPF 係講緊個防止個 UV 即係防止個 UVB 喎嚇。咁通常30至50咧或以上咧其實就夠啦。咁但係其實防止個 B 唔夠啊嘛，你記住要揀一隻係廣譜，意思咧佢同時都會阻擋 UVA 嘅。咁有啲牌子可能會見到個 PA 加呢個 system 咧，其實係講緊防到幾多 UVA 啦。咁所以你最好揀嘅時候就 PA 3個加或者4個加都夠。咁但係有啲牌子咧，其實睇個國家，有啲國家唔用 PA 呢個 system， 咁佢就淨係寫住 UVA 跟住圈住佢，咁即係代表咧佢呢隻防曬咧都係防埋 UVA 噶啦。咁物理性其實主要2隻啦，一隻就叫砷啦，氧化砷啦，另一隻就係二氧化鈦啦 ，titanium 啦。咁所以其實你買嘅時候咧，睇下後面個成分咧，主要係呢2隻，你知佢係物理性。咁物理性好多時候都係小朋友中意，會多啲家長中意用喺小朋友度啦，因為唔吸收入皮膚啊嘛。咁淨係表面啫嘛。咁同埋佢本身導致敏感嘅機會好低。咁化學性咧反而會吸收落皮膚，有啲病人啊或者有啲人用佢嘅時候，反而就唔係好中意有啲嘢吸收落皮膚啦嚇。咁同埋同一時間，因為佢啲化學嘅物質咧，佢即係個敏感嘅風險咧係會高過你物理性。咁不過佢嘅好處就好水狀啦，搽咗好似唔係好覺啦。咁你物理性通常搽咗有白色一笪笪，有時有層嘢喺上面，可能大家又未必好中意。咁不過2隻咧，其實都係相對安全同埋有效嘅。咁所以其實用邊一隻咧，取決於你邊隻你肯用啦，邊隻你會即係記得自己經常去用，用得又舒服啦，咁就 OK 嘅啦。咁盡量減少即係用一啲含有酒精類啊嗰啲嘅防曬啦。咁有啲可能中意用啲噴霧式嘅，其實噴霧式冇話唔得嘅，不過要小心噴咗入，盡量唔好嚟噴面啦嚇。咁驚有時噴吸埋有個鼻咧都係唔好，同埋噴嘅話咧。其實有時就唔係好均勻咯嚇，咁不過純粹佢真係比較方便啲，用得啱咧，其實佢都係有幫助。不過好多時候你噴得唔均勻咧，變相個效果就即係打咗折啦。同埋有時你噴面咧，驚吸咗入個肺入邊就唔係咁好。好咁
好多時候就都係問醫生啊，咁防曬點搽咧？搽幾多先夠啊？咁其實我哋主要都係建議個病人啦，出街前咧15分鐘至30分鐘就好搽啦。咁搽幾多咧？通常2隻手指，你掖起上嚟咧，2隻手指咁長嘅份量咧，就其實可以搽晒成塊面啦。其實你 cover 晒成個位置咧，其實都就應該 OK 啦。咁當然啦，有時頸啊、手呢啲暴露嘅地方咧，都要留意啦。好多時候都係即係唔記得咗搽呢啲地方，淨係搽塊面啦。咁建議每2個鐘頭都補搽一次。如果你經常喺戶外，咁如果你話唔係喎，我成日都喺室內做嘢嘅喎，咁最少我都建議搽翻2次。朝頭早出門口之前，同埋晏晝咧，可能你午飯之前又搽一次啦。咁如果你喺禮拜6日要出去玩嘅，喺陽光底下嘅，咁你真係每2個鐘頭要補搽一次，咁先至可以保護到你啲皮膚。咁當然有時真係好唔想搽嘅，咁考慮下嗰啲防曬嘅衣啦、帽啦，或者甚至擔遮啦。咁最後分享下埋啲誤解同埋啲迷思啦。咁好多人覺得皮膚黑色咧、深色嗰啲咧就唔使搽防曬啦。其實都唔啱嘅。其實皮膚黑同埋白咧，白色係容易曬傷啦，黑色咧就冇咁易曬傷，但係唔代表你長期暴曬唔會傷喎嚇。咁所以黑色同白色咧都係需要搽防曬。咁如果你有白色嘅話，唔使講啦。無論你係皮膚比較白啲定是深色啲咧，其實你白色嗰個位置都係冇咗啲黑色素咧，你都係需要搽防曬去保護翻佢。咁有啲人就覺得即係今日陰天落雨唔使搽防曬啦，陽光曬嘅時候先搽啦。其實都唔係嘅嚇。其實紫外線咧係可以穿過啲雲咧，直接落到嚟直傷到你啲皮膚啊。咁所以其實陰天咧，你都係需要去搽翻個防曬。咁好多時候，咁喺室內做嘢，咁咪唔使搽咯。其實如果你坐喺玻璃隔離都係會曬傷，因為其實紫外光 A 咧係可以穿過玻璃咧，都係落到你皮膚度曬傷你啲皮膚嚇。咁所以其實室內咧有時，如果你係坐得比較近窗邊嗰啲咧，都係應該要搽防曬。咁 SPF 值咧，頭先我講過，其實30度咧都應該足夠。咁樣50就多個保護又多翻少少啦。咁差唔多嘅嚟，30、50都夠。咁有啲人可能會100啦。咁其實再升高啲咧，其實可以保護到嘅 percent 咧，唔係多好多。咁如果你 SPF 30，其實都有97% 嘅保護力㗎啦。咁去到 SPF 50，差唔多98㗎啦。咁都只要你其實用得啱，同埋如果真係每2個鐘頭搽一次咧，其實都夠晒㗎啦。咁另一種防曬，頭先我都講過啦。有時你真係唔搽咧，就可以而家好多時候你都好容易買到啲衫褲鞋襪咧，其實可以防到紫外光 UVA 同 B 嘅。咁主要睇個 number 咧，主要睇嗰個數字咧就係50啦，UPF 啦嚇。UPF 就係主要喺啲衫褲嗰啲嗰啲着嗰啲衫嗰啲防止 UVA 同 UVB 嘅啲個指數啦嚇。咁有啲人就中意食維他命 C 啊，嗰啲抗氧化劑嗰啲嚟到防止太陽。嗰啲有美白作用，但係其實都係防唔到曬嘅。咁即係如果你食住咧，就諗住自己唔使搽防曬係錯嘅，你會曬傷嘅。咁盡量避開啲比較陽光比較晚嘅時候啦，即係朝頭早10點到4點啦。咁呢啲時候比較曬啦。咁如果你真係走去曬傷咧，其實啲白色係可以擦嘅。好，咁最後一點咧，就係希望今日大家聽完之後咧，記得真係要搽防曬嚇。白石，如果你而家可以即刻做到嘅咧，就係一支好簡單嘅防曬膏咧，其實都可以幫到你好多嚇。咁用得啱 SPF 30或以上啦，廣譜啦，要防埋 UVA 啦。咁無論你喺室內定室外咧，都建議你搽啦。尤其如果你室內咧都比較近窗邊嗰啲咧，都係需要搽呢個防曬。好，咁今日我嘅分享係咁多啦。